再来看花莲有3个原住民早前要上山拍蜡，想袂到骑奥多麦的时阵，因为路无平，车会潮，这蜡枪刷出火星，大死其中一个查甫人。警方调查嘛发现这个枪无登记，即马是依照违反枪炮弹药管制规定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接到报案，有人无姓字，互枪弹着，救护人员马上去现场，因看到一个查甫人甲骑车倒伫路边，到店朋友咧对伊做 CPR 急救，毋过救护人员接手的时阵发现已经无喘气心跳。我们到达现场后，发现患者有下巴有一处伤口，那我们立即给予做急救处置。那后续患者我们是送慈济医院。这个伤者现场是呈现欧卡状态吗？是的。代志是发生伫11月27暗时10点20分，29岁姓叶查甫人3人去秀林乡山站山区拍蜡，骑机车转去的时阵，将枪靠向顶悬，骑在机车打帮，结果路边点，枪走火拍着家己的下怀，朋友佫将3支枪藏伫路边的草圃，因为拢无登记。分局也再次呼吁原住民持有自制猎枪，务必依照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》第20条规定，向各县市警察局申请许可。如果未经许可而持有自制猎枪的话，将处罚新台币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上的罚款。姓叶查甫人送医急救了，第一天也是死亡。警方除了对3人非法提蜡枪开发以外，也报请地检署上检来调查案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